挺不错的。那当然了。这宝宝你，加这个。我先尝尝咸不咸啊？这个不用加了，不用加。拿这个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再加这个。好了，这个。林总好。魏总今天没来。啊，没有。他有没有说他去哪儿了？这我就不太清楚了。我出去见一下李总，一会儿魏总回来的话，你告诉他我找他。好的。林总慢走。那王总，这件事就拜托你了。好，那的话，唐总的事我一定会帮忙的。谢谢谢谢，下次聚啊。好的，唐总、魏总，再见啊。好，拜拜。哎。怎么样？你一出面，大家还是给你面子的吧？你就拖公司一把，毕竟这个公司也有你一份儿嘛。这次我是帮你个人忙，公司的事我是不会插手的。好，好，好，就算我什么都没说。